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書記長林彥竹表示，台灣面臨少子化，少年人唔敢生的狀況哪來那嚴重。國民黨提名市長參選人謝龍介，上午透過甲黨團的團拜記者會，特別提出幸福的三好禮，希望台南市民會用的馬上幸福。今馬上讚，馬上幸福。很多年輕人敢結婚，不敢生孩子，敢生孩子又怕養不起，因此我們提出了新的財劃法通過以後，台南市會有比較優利的這個財政，所以我們把這些財政全部用來投資未來，投資台南市的未來，讓年輕的父母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，也就是0到15歲，每個月每一個孩子，我們補助他5000塊，也就是讓爸爸媽媽減輕他的負擔。那到15歲，我們總共投資了96萬，投資在孩子身上。幸福三好禮包括0到15歲，每個月加碼5000塊，婚育財提高到40%，生三胎社會主體優先，而且租金會用來抵買厝的基金等。對着議會國民黨團的提議，市長黃偉哲除了表示尊重，但認為效果有限。市長認為選幾年來補發錢，應該慎重來考量。台灣這幾年的出生率節節下降，已經充分證明了這個發錢式的是沒有效果的。那當然，今年是選舉年，如果有人要拿這個東西比照台北市來作為大撒幣的話，我們沒有意見。但是我們知道議員的先進的這個想法，我們聽到了，那也希望我們會在考量我們現有的這個財政的狀況下再來思考。至於財源的部分，謝龍介嘛指出，對新的財政收支劃分法，台南未來一檔加163億，會用來應付幸福三好禮。投資囡仔的未來，要馬上幸福，就請台南市民在11月28用手中的選票來換快樂幸福的門票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